用兩味草本補水飲就可以幫你通便通腸通全身，呢個究竟係咪真嘅呢？長壽最大嘅關鍵就係通大便啦。中醫有句話係咁講嘅，想長壽就要保持大便通暢，腸道要夠力，人體嘅排毒功能先至正常啊。咁依家好多人咧，佢周身各種小毛病，背後其實都有便秘嘅影子啊。我哋身體每日都會不停產生垃圾嘅，而排垃圾嘅主要通道咧就係腸道啦。腸道唔通嘅話，大便就排唔出去，嗰啲毒素垃圾就會一直堆積身體入邊，時間一長咧，各種各樣毛病就揾上門噶啦。所以話你想身體健健康康咧，就一定要大便通暢。想大便通暢就一定要識得呢樣嘢啦。今日我教大家點用呢個好嘢，好多用過嘅人都講啊，食咗之後咧，成個人都通透晒噶。關鍵係呢個好嘢，屋企老人家同埋細路哥通通都用得嘅，但係99%嘅人都唔知啊。一個人佢屙屎屙唔出咧，根本係冇使亂食藥嘅，因為樹藥三分毒啊，亦都冇使亂食酸奶、香蕉同埋火龍果或者藥開塞露，呢啲通通都係治標不治本嘅方法，根本冇可以從根源上面去改善嘅。正所謂方法冇眼，再努力都白費噶啦。今日我教你呢個方法啦，佢簡單又實用，無論係咩原因屙唔出，亦無論係便秘2年、5年甚至10年、8年都可以用佢啊。醫院同埋藥店未必會主動推薦呢個好嘢俾你，因為利潤實在太低啦。但係好多醫生同埋護士佢哋自己就會偷偷咁用啊。咁好多人都冇明白點解會得便秘嘅，有人覺得係因為飲水少，有人覺得係食多熱氣嘢，有人覺得係食太少膳食纖維啦。今日我就話俾你哋知，便秘嘅根源其實你自己一拖再拖，冇及時注意身體信號整出嚟噶。如果你平時有以下呢啲情況，你一定要重視，即刻上身去處理啊。比如話成日肚脹氣、屙屁又多又臭，3、5日甚至10日8日先屙一次屎，面上開始出現斑斑點點，有呢啲情況你千祈唔好拖啊！如果唔係嘅話，垃圾同埋毒素堆積身體入邊排唔出去，身體機能就會受影響，咁就真係對健康好冇利噶啦。等到問題變得嘅嚴重啊，你後悔都冇用噶啦。咁呢個方法咧，已經幫助好多人改善便秘嘅麻煩噶啦。好多人用咗之後都翻嚟反饋好使得噶。佢哋之前試過好多偏方，又食過好多藥，但係結果咧都係反反复复嘅。佢哋從來都冇諗過，居然可以更簡單嘅從根源上面去改善呢個便秘問題嘅。咁如果你都有屙屎屙唔出嘅困擾，又解決唔到嘅話，就用你發財小手幫我點讚收藏，同時轉發俾你身邊有便秘嘅朋友啦。你只需要準備火麻仁、桑葚、大麥、荷葉、甘草、紅玫瑰、山楂、粟米鬚、決明子、萊菔子、牛蒡根、菊花呢幾樣嘢搭配埋一齊，3壺水煲成2壺直接飲就得噶啦。佢就係古籍上邊鼎鼎有名嘅火麻仁通腸茶啦，亦都係所有便秘人都喺度揾嘅通腸好嘢。佢實用有抵食啊！嚴重嘅話就1日煲一次，唔係好嚴重咧就2、3日煲一次。好多人飲完第二日起身都話排得好順暢，成個人從上到下都通通透透晒噶。咁如果唔識得搭配又唔知道比例，就可以買呢種提前搭配好嘅免治茶包，佢真材實料有保證，係獨立包裝嚟嘅，每次你拎一袋出嚟沖嚟飲就得噶啦，簡單又方便。有需要嘅朋友咧就點擊我視頻左下角鏈接，小黃車去落單啦。我同商家申請咗專屬優惠價俾大家噶啦，名額冇得幾多，大家快手落單。你買翻去之後飲完，如果覺得冇啱心水，冇達到預期嘅話，我全額退翻俾你，你唔使退貨嘅，產品直接留低，完全冇後顧之憂噶。希望能夠幫到大家啦。